港星谢霆锋主持美食节目《风味》最新一集，请周杰伦当嘉宾。过去两人因为合拍动作片《逆战》建立好交情，这次一见面，谢霆锋就大喊周杰伦在戏里的名字万飞，不过却被吐槽说是讲王菲还是万飞啊？美食节目《风味》，万飞。万飞，万飞，等下你是讲王菲还是万飞啊？周杰伦当嘉宾上谢霆锋主持的美食节目《风味》，一开场就用绯闻梗拿谢霆锋女友王菲开玩笑，丝毫不避讳敏感话题。美食节目《风味》不清楚吗？很清楚了。万飞，还没，我都还没准备好，再来一遍。万飞，不是王菲好吗？其实两人2012年因为合拍动作片《逆战》演失散兄弟档，建立好交情，其中戏里周杰伦的名字就叫做万飞。时隔6年再相遇，谢霆锋相当入戏，来回跑了好多趟，效果十足。难得上节目，谢霆锋还要周董表演用水果弹钢琴。美食节目《风味》太厉害了，好一手香蕉词，对，还可以吃，真的可以吃，用苹果、香蕉弹钢琴都没问题，让周杰伦直呼太容易。没想到谢霆锋拿出凤梨，他也能照样弹。美食节目《风味》什么歌？旧伤口。没错，厉害，信手拈来，弹着谢霆锋的经典歌《旧伤口》，也勾起不少观众的回忆。节目播出后，两人互动超有意思，也让观众觉得看不过瘾。